好，來繼續在地人在地情，來看嘉義新港60國畫班佇北港文化中心舉辦展覽，展出着70多件作品，歡迎大家做伙來感受藝術的生命力。為了推廣樂齡藝術教育，落實食到老、學到老的學習精神，新港60國畫班在咧配合邀請學員來到北港文化中心舉辦成果展。展出的學員們大概在55歲到86歲之間，然後都是我們的一些長者，然後讓他們在身心靈上面都可以有一些比較愉悅。有學員是創作媽媽辛苦做事，有的是觀察到風景。這個作品唔那是展現學員的學習辛苦，伊嘛用畫皮來記錄生活。我們要把它門檻降低，而且我們是比較素人畫家，所以我會盡量用一些零基礎，然後很快速能夠做出一個很棒的作品的方法。每一擺都會攏是學員的人生故事，希望透過這一遍展覽，讓愈濟人看到因的精彩作品。